香港舊長型公屋翻新啦，坪石邨3到4人單位間3房，入戶到頂獅子櫃、儲物櫃加中間置物台，入門解放雙手。呢邊櫃間房地台床加到頂衣櫃，床下可執換櫃3被。細佬房靠牆設計上下床，床尾趟門衣櫃，瞓低2個細佬冇問題啦。客廳一字地櫃。呢度餐邊櫃上下舉設計，黑色玻璃櫃門，可擺手辦各種嘢。房間3上下床設計，側邊細書台，地台可執嘢。廚房 L 型地櫃加吊櫃，櫃面都做咗高光板，唔怕油污難清潔啦。最後睇睇洗手區和鏡櫃加水盤櫃。呢度仲做咗個到頂儲物櫃，我哋仲有好多戶型同設計，有問題可 PM 我。